Hello，大家知道吗？我刚从日本回来，然后买了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是不是真的都很可爱？去之前就很多人都说，去日本回来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要去其他的国家。结果我从日本回来了之后，真的是有这种想法。接下来的旅行目的呢，不是中国就是日本，因为中国的话呢是有打算去看演唱会，所以呢就在看这机票，因为最近也是有很多机票的优惠。结果呢就让我发现到了这个 Go Travel 的旅游展，他们不只是有台湾，还有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。中国的旅游配套超过500多种的旅游配套，各种不同国家，所以最近想要去旅行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展览。而且现在只要消费超过500令吉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，有 iPhone、行李箱、相机，还有其他的奖品。这些奖品真的是很诱人，而且只要买不同的配套，都会有不同的 free gift， 所以每个人都有礼物拿哦。而且你们还可以通过累积分数来换更多的奖励，真的很贴心。这次的旅游展就在这里啦，在同一个星期呢，在Sunway Velocity也会有一个旅游展，所以如果怕塞车的人可以考虑去Sunway Velocity的这个旅游展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